10月1号一早起，安南区卫生所已经客满济等待注疫苗的民众。卫生所表示，第一天会传500剂，而目前全市公费则是分配到5万剂。其实真侪长辈都已经习惯秋冬的季节，就是透过注疫苗来提升保护力，冇降低传播风险的观念。可以自己保护自己，那也保护别人，让大家都平安。我这个治流感，佮兼做治新冠，感觉安尼袂歹啊。对啊，较有保护力啊。年龄大了，12月份要去台北照顾小朋友，所以来打一下。打流感跟新冠疫苗，有打都不会感染的。为了提醒长辈时代幼儿等各风险族群爱量早来注疫苗，市长吴伟贴、卫生局长、疾病管制署代表以及安南区长等贵宾10月1号甲全国同步导宣团，会中市长嘛挂保证有注一定有效。新冠流感一起打，健康加倍，你我他。10月1号正式开打。坦白讲啊，有助有效无？绝对有效，绝对有效的啦！你也看咱台南，这个不管是 COVID-19 甲这个流感疫苗做的咱的发生的流感还是发生 COVID-19 的比率就降了，所以降足明显的所以而且这不是市长都要分家规，就不助有效，看了我嘛会来做所以。根据疾病管制署的监测，全国类流感的急诊、门诊、就诊已经达到12万9千多人次，显示全台已经进入流感的流行期。而咱台南共期看医生的人次嘛达到1万1千多人次，所以特别呼吁65岁以上的长辈、慢性病患者，或者是也未住过，一定要赶紧到全市37区的卫生所，或者是合约院所等随到随住。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。